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晏晝1點鐘喺灣仔啲寫字樓一放 lunch， 成個人攰到隻狗咁，諗住搵間開咗幾十年嘅老字號茶餐廳，俾70蚊食個常餐或者碟頭飯，諗住可以坐低抖下唞啖氣。點知你隻腳先啱啱踏入門口，個伙計已經用個好似催命符咁嘅眼神望住你。你坐低，碟嘢食嚟到，你先啱啱不起第一羹飯落啖口度，吞都未吞得落，個伙計已經攞住條抹布喺你面前刷刷聲咁抹台，塊布仲要差啲刷過你塊面。再過多10分鐘，你杯凍奶茶仲有一半，個伙計已經好似變魔術咁，一手抽走你個空碟，然後將張單啪一聲掉喺你面前，塊面黑過生鐵鑊，口中念念有詞話後面大把人排緊隊。你望一望手錶，由你坐低到俾人趕，原來只係過去咗短短20分鐘。呢個絕對唔係誇張，而係每日真係喺灣仔發生緊嘅真實寫照。70蚊一餐飯，得20分鐘時間，平均計落每分鐘要3.5港紙。你想慢慢照，慢慢品嘗？對唔住，你嘅時間已經嚴重縮水。好多人都會問，以前我哋成日講嘅香港人情味，灣仔啲幾十年老店嘅街坊情懷，到底去晒邊度？點解依家啲老字號好似變成咗趕客機器啖樣？今日我就想同大家一齊剝絲抽繭，行入灣仔嘅橫街窄巷，揭開呢個所謂老店趕客嘅殘酷真相。其實，當我哋作為消費者喺度抱怨緊份量少咗、服務差咗、時間短咗嘅時候，我哋如果將個鏡頭調轉，睇下嗰個企喺水壩後面，成日都係汗，做咗幾十年嘅老細，你就會發現呢個20分鐘嘅限時令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場香港傳統飲食業嘅生死存亡戰。我哋先嚟算一筆賬，用最理性嘅數據去睇下灣仔一間老字號茶餐廳嘅生存壓力。喺灣仔，好似軒尼詩道、洛克道或者莊士敦道呢啲核心地段，一間普通麵界大概放得落40個座位嘅地鋪，你估下一個月租金要幾多？依家係2026年度，雖然話整體經濟環境有調整，但呢啲傳統商業區嘅旺鋪，求其一間月租都要15萬到20萬港紙。我哋當佢15萬蚊租一個月，平分落30日度，每日一開門，未計人工，未計水電，未計食材，淨係租金成本已經要5000蚊。好啦，每日5000蚊租金，一間茶餐廳最賺錢、最靠得住嘅黃金時間係邊段？咪就係中午12點半到2點鐘呢1個半鐘頭。至於早餐，啲人買完就走，客單價低，下午茶得返啲散工或者老人家，幾十蚊坐成個晏晝。夜晚灣仔一放工就變死城，邊有人喺度食晚飯？所以老細全日嘅身家性命財產，全部倒晒喺呢個半鐘頭嘅午市黃金檔期。當一間鋪有40個座位，如果每位客食個晏晝飯要70蚊，一個半鐘之內，如果每個人都好似以前咁舒舒服服坐足45分鐘，咁呢個午市最多只可以做2輪生意，即係80個客人。80乘以70，總收入就係5600蚊。你望下呢個數啱啱好只係夠俾1日嘅租金。咁班伙計嘅人工呢？水電煤氣呢？批發商送嚟嘅牛肉、雞蛋、食油呢？全部都係錢。如果老細由得你慢慢坐、慢慢吹水，呢間鋪頭下個月就要執笠。所以老細為咗活命，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提高返台率。佢必須要將每位客人嘅用餐時間由45分鐘壓縮到30分鐘，甚至係最極端嘅20分鐘。如果一個座位可以喺1個半鐘內翻足4次，40個位就可以做160個客嘅生意，午市收入一下子倍增到11200蚊。扣除租金之後，先開始有少少邊際利潤去出糧俾班員工。呢個就係點解你嘅時間會縮水嘅數學真相。老店唔係想趕你走，而係地產霸權同高昂嘅營運成本，攞住把刀架喺佢哋條頸度，逼住佢哋去趕你走。但係話雖如此，作為俾咗70蚊嘅消費者，我哋嘅體驗又真係極之難受。好多時候，老店趕客嘅方式
已經去到一種令人感到冒犯嘅地步。以前香港嘅茶餐廳雖然講求快、靚、正，但伙計同街坊之間總會有兩句寒暄。依家行入去，好似入咗個工廠嘅流水線。你有冇留意到依家灣仔啲老店嘅伙計年紀普遍都偏大，好多都係50幾歲到60幾歲嘅叔叔嬸嬸。佢哋每日企足12個鐘頭，對腳腫晒，一邊要應付老細對於翻台率嘅奪命追魂 call，另一邊要面對成百個急急忙忙、心情焦躁嘅上班族。喺呢種雙重壓力之下，人嘅情緒一定會崩潰。於是佢哋嘅服務態度就變成咗一種防禦性嘅攻擊。食咩啊？諗好未？後面排緊隊啊？飲茶定咖啡？快啦！呢啲對白大家聽過無數次。佢哋其實唔係特登針對你，佢哋只係喺呢個極度繃緊嘅系統裏面變成了催促時間嘅齒輪。只要你慢咗1秒鐘去諗食咩，成個系統嘅齒輪就會卡住，後面嘅隊伍就會拉長，老細就會喺廚房門口伸個頭出嚟鬧人。所以伙計用粗暴嘅態度去趕客，其實係一種高壓環境下嘅變態生存機制。不過作為食客嘅我哋都有我哋嘅權益。以前大家出嚟打工，午飯時間係唯一可以暫時逃離辦公室政治、逃離老闆煩人 email 嘅神聖時刻。好不容易有1個鐘頭嘅食飯時間，大家都想安安靜靜、舒舒服服咁用條脷去感受下食物嘅味道。但依家你行入一間灣仔老店，你除咗要忍受同陌生人搭台時比碰比、膊頭碰膊頭嘅尷尬，仲要承受一種無形嘅心理壓力。你食緊飯嘅時候，排隊嘅人就企喺你張台隔籬，用一種極度飢餓，同時又充滿怨念嘅眼神望住你。你每咬一口餐肉，都好似喺度浪費緊人哋嘅生命咁。個伙計仲要不時喺你身邊行過，收走你啲豉油碟，或者用好大聲嘅動作去整理隔籬張台。喺呢種環境之下食飯，你個胃會唔會抽筋？你條腸胃會唔會消化不良？70蚊買返嚟嘅唔係享受，而係精神虐待。長此下去，呢個環境就造成咗一個惡性循環。當顧客覺得俾咗70蚊仲要買氣受，佢哋下次就會選擇唔再去呢啲老店。大家都知道，呢幾年香港興起咗一種新嘅飲食文化，就係兩餸飯。由以前被視為基層或者地盤工人先食嘅嘢，到今日喺灣仔嘅街頭，中午時間排得最長龍嘅，竟然係幾間賣30幾蚊到40蚊嘅兩餸飯鋪頭，其中不乏着住整齊西裝、打晒呔嘅中環金融才俊，或者係喺大機構打工嘅 OL。點解兩餸飯會喺灣仔呢啲核心商業區大行其道，甚至打殘埋班老字號？原因好簡單，因為消費者開竅咗。既然我行入老字號茶餐廳，俾70蚊都要行色匆匆，好似做賊咁喺20分鐘內吞完碟飯，仲要睇面色同人逼。咁我點解唔用38蚊去買個熱辣辣、有魚有肉、份量仲要多1倍嘅兩餸飯盒，然後拎返去辦公室嘅 pantry， 或者去附近嘅修頓球場、告士打道花園，舒舒服服、無人打擾咁坐足45分鐘去慢慢品嘗？兩餸飯嘅崛起，正正係對呢啲趕客老店嘅一記當頭棒喝。老店嘅老細成日抱怨，話依家啲年輕人唔識得欣賞傳統味道，話香港人寧願北上消費，或者食外賣都不願意留港消費。但係佢哋有冇反思過，到底係邊個將班客推走嘅？當然，將所有責任推晒落老店老細身上，又似乎有失公允。因為老店同連鎖集團或者兩餸飯鋪頭相比，佢哋存在住一個先天嘅弱點。呢個弱點可以話係佢哋嘅死症，那就是空間效益與菜式結構嘅落後。大家可以想象下，一間開咗30年或者40年嘅灣仔老字號，佢嘅廚房設計往往仲停留在上個世紀嘅模式。廚房大，樓面細，油煙多，效率低。而佢哋賣嘅嘢，往往係乾炒牛河、焗豬扒飯、星洲炒米呢類需要師傅轟鑊即叫即炒嘅嘢食。一碟乾炒牛河，就算個師傅手腳幾快，落油、落河粉、落牛肉、
開大火炒，起碼都要3到5分鐘。如果中午有20個客同時叫炒粉麵，個廚房根本應付唔嚟，出菜時間一慢，樓面嘅翻台率就即刻暴跌。相反，連鎖集團或者兩餸飯鋪頭，佢哋用嘅係中央廚房或者預製醬料。兩餸飯鋪頭一早喺上午11點鐘之前，已經將10幾款餸菜大鍋炒好，放喺保溫盤度。客人嚟到，指一指，店員用羹一筆，10秒鐘出到一盒飯。佢哋完全唔需要樓面座位，因為90%嘅客都係買走。佢哋用極低嘅人力成本、極高嘅出菜速度，將每尺空間嘅營業額發揮到極致。面對呢種跨時代嘅降維打擊，灣仔嘅老字號老細，如果唔想轉型做外賣店，如果仲想維持住嗰幾張卡位，嗰份讓街坊坐低食飯嘅堅持，佢哋唯一可以用嚟抗衡嘅武器，就只有逼樓面嘅伙計去催促客人，用速度去補足效率嘅落後。這是一場注定悲壯而且雙輸嘅掙扎。講到呢度，我哋不妨退一步，睇下成個灣仔區，甚至成個香港飲食文化嘅轉變。灣仔以前係一個充滿故事嘅地方，由修頓球場一帶嘅基層社區，到謝斐道、洛克道嘅酒吧區，再到告士打道嘅高檔商業樓宇。呢度嘅飲食文化本來係非常之多元化，而且包容性極強。喺80年代或者90年代，一個普通嘅打工仔，中午去茶餐廳食個飯，除咗為咗填飽個肚，更重要嘅係一種社交。大家會喺度吹下水，講下股票，評下時政，鬧下老細。茶餐廳係一個社區嘅資訊交換中心，係充滿人情味同煙火氣嘅地方。那時候嘅快係指伙計落單快，廚房出菜快，但從來都唔會去限制顧客食得快唔快。但曾幾何時，隨住租金嘅瘋狂飆升，隨住每尺地價被炒到天文數字，食物嘅本質開始變咗。食物唔再係一種藝術或者享受，而係變成咗一種叫翻台率嘅 KPI 指標。當一個城市嘅打工仔連晏晝食飯嗰20分鐘都要過得好似打仗啖樣，呢個社會嘅幸福感到底去咗邊度？好多時候，我哋返工已經要面對無數嘅 deadline， 要面對老細嘅捽數，要面對客戶嘅挑剔。本來以為放 lunch 係全日唯一可以做回自己、享受自由嘅時間。但依家連呢個時間都嚴重縮水，變成咗老字號老細賺取翻台率嘅犧牲品。有啲人可能會話，咁你嫌貴、嫌逼、嫌時間短，你可以選擇去食麥當勞，或者去高級餐廳食200-300蚊一個嘅 lunch 咯。但呢個正正就係問題所在。社會嘅中產階級或者普通嘅基層打工仔，我哋嘅選擇空間正在被無限壓縮。高級餐廳太貴，唔可能日日食，快餐店質素千篇一律，欠缺咗那份食物嘅靈魂。我哋最中意、最能代表香港特色嘅茶餐廳，依家卻處於一個兩頭唔到岸嘅尷尬境地。如果老店繼續用呢種趕客嘅方式去營運，佢哋嘅未來會點？我覺得結果係顯而易見嘅。短期之內，可能因為佢哋名氣大，有遊客支撐，或者因為地理位置真係太方便，午市依然可以保持人頭湧湧。但長期落去，當老一輩嘅街坊慢慢流失，當新一代嘅年輕打工仔對呢啲老店徹底失去歸屬感同情懷，呢些老店嘅品牌價值就會慢慢被消耗殆盡。情懷呢樣嘢係需要空間去滋養嘅。當你每一次去一間鋪頭，留低嘅記憶都係俾人吹、俾人秒，食到胃痛。咁就算呢間鋪頭嘅乾炒牛河炒得幾有鑊氣，佢嘅絲襪奶茶沖得幾香滑，喺顧客心中，佢都只會變成一個冷冰冰嘅代號，而唔再係一間有溫度嘅老字號。依家有好多老店嘅第2代或者第3代接班人，其實都意識到呢個問題。我之前去過一間喺灣仔半山附近嘅老牌冰室，佢哋就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改革。佢哋放棄咗午市嗰種跟人逼拼命翻台嘅模式，反而將鋪頭重新裝修，減少咗座位，將餐牌精簡，主打幾款做到極致嘅招牌菜，然後將單價提高。同時，佢哋喺午市推行預約制或者限定用餐45分鐘，
但透過提升食物嘅精緻度同服務嘅親切感，去補償客人時間上嘅損失。雖然咁做會令到一部分追求平靚正嘅基層客流失，但佢哋成功吸引到一班願意俾多幾十蚊，追求用餐尊嚴同質素嘅高消費打工仔。呢種轉型雖然痛苦，但起碼為老店揾到了一條除咗盲目趕客之外嘅第二條出路。不過，對於絕大多數無資金、無能力轉型嘅傳統老店嚟講，佢哋依然只能夠喺呢個高租金、高成本、低翻台、趕客嘅怪圈裏面垂死掙扎。所以，下次大家如果再去灣仔嘅老店食午餐，又遇到嗰個面黑黑、急急腳想收走你個盤嘅伙計時，我哋一方面可以堅守自己嘅基本權益，食完先好走，但另一方面，或者我哋心中都可以多一份無奈嘅體諒。因為喺呢個繁華嘅大都市裏面，無論係坐在台前俾咗70蚊，食到驚驚青青嘅你，還是企喺台面為咗萬幾蚊人工而疲於奔命嘅伙計，其實大家大部分人都只係呢個瘋狂巨輪之下，一粒微不足道，被生活壓榨到嚴重縮水嘅小齒輪而已。